谢谢，来为我们所有的防疫消毒大队所有的我们的队员。背部式消毒机都放好了吗？放好，我们就陆续。要把寒假的这个活动包括像寒辅、像营队、像志工或者家长会的活动同步来停止。那停止以后的替代方案由各学校来决定，像是线上的课程等等。那这个各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做这个接送的安排。这样请教一下，那个指挥中心他不是匡列了5000人？那目前我们桃园这边的进度大概如何？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，邀请警政单位去帮忙追查那些没有协助联络那些没有办法联络到的。那目前我们桃园这边大概有多少的人？昨天卫生福利部有清查了1月6号以后的这个住院或出院的病患人数那么病患人数大概是1200多位，那加上陪病的家人或者同住的家人这部分要一并匡列，那总数预估会超过5000位。那目前这个初步的名单有交到卫生局，那我们会进行后续的疫调，以及隔离通知书，还有发放这个关怀这个包的工作。那也会成立联合关怀服务中心，包括他的就医需求，他的生活需求，我们会陪伴所有的隔离的民众，那么完成14天的隔离，还有采检，以及后续7天的健康管理的这样的工作。那这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，那不止卫生局的同仁，其他民政、社政、教育、劳动，我们其他4个局都要支援卫生局的工作。人的防疫的规定也要落实，戴口罩、勤洗手，那么酒精消毒，量测体温，那要保持社交距离，民众也要在这一方面能够全面配合，那防疫的成果才能够保持。那我想市府做的这个调整是因应这一次的部桃专案，所以我们在社区防线一定要守住。那希望每一位市民能够确实遵守这些防疫规定。那当然我们有些要求，像刚才有提到的，我们的商场、量贩店、购物中心、传统市场都必须要戴口罩，而且停止试用试吃。我想这些工作我们一样会要求。所以我想这一段时间生活上会略有不便，但是为了让这个防疫能够提升等级，社区能够安全，这是必要的作为。